再来看北欧的芬兰发生校园枪杀事件，一个12岁学生囡仔伫校园枪杀3个同学，造成其中1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。警方随着抓到这个学生，嘛会了解伊犯案的动机。 发生枪击案的万塔市学校外口有真侪等咧接囡的家长，每一个拢摇头甲面。当地时间7日早起，一个12岁学生疑似对班上学生开枪，造成3个学生受伤。警方调查指出，这12岁学生当场死亡，另外2名学生伤势严重。Well, first we saw the shooter in outside in the playground where everyone plays, and yeah, then after that he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behind us, then shot 3 people, 1 dead, I think. 学生讲起迄时阵看到的枪击场面甲导弹状况，声音有点仔皮喘。发生枪击学校伫首都赫尔辛基北边的万塔市，差不多有800个学生。警方表示，伫接到报案电话了后，9分钟内赶到校园。警方了后伫学校附近4公里的所在抓到嫌犯，过程当中无发生冲突。嫌犯共犯也是12岁，被抓时阵身躯有枪，也承认犯案。警方表示，嫌犯甲受害者拢读这间学校。After the first calls, police immediately entered into the school area and started for the suspect. Started as well the first aid in this location. 目前知影嫌犯用的枪有合法执照，是亲正的。目前警方用来调查行凶的动机，专案也朝向谋杀甲意图谋杀的方向侦办。伫芬兰因合法提醒，根据芬兰内政部的数据，伫560万人口当中，总共43万人提醒是合法的。 登记的枪数量超过150万支，12岁学生早前犯案的事件震惊全国。芬兰10多年来发生2件致命校园枪击，18岁甲22岁凶手拢用半自动手枪。2007年造成9人死亡，2008年10人死亡，2件枪击嫌犯也拢伫事件当中死亡。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。